雞髀、煙頭、行山杖、隨地棄置嘅垃圾，仲有冒險打卡嘅遊人。農曆假期嘅破邊洲一帶，遊客絡繹不絕。其實香港郊野咁多遊人，會造成啲咩影響呢？有好多種跡象去顯示咗佢嗰個位係過載嘅，已經 overload 得好犀利。基本上每行一段路仔，都會有一個煙頭都發現到嘅。可唔可以唔好再做多個破邊洲出嚟？即係破邊洲爛咗啦已經。其實咁樣係咪就係超載？即係個大自然其實係咪承載到呢個人量啊？或者你有冇望到破邊洲啊？企喺呢度望唔到，因為全部都係人。人多車多垃圾多。2024年底破邊洲觀景台開放，每逢假期節日都出現旅客潮，甚至發生遊客打卡墮崖嘅意外。農曆初三，環保團體綠色希望同埋一班義工嚟到破邊洲觀景台執垃圾。Hector 係綠色希望嘅成員，啲樽蓋有啲甜。佢哋今日唔單止想執垃圾，亦希望記錄返農曆假期到底製造咗幾多垃圾。破邊洲係其中一個即係幾熱門嘅旅遊熱點，咁嗰度又多人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就安排咗會2次活動，咁就前測後測，咁然之後就可以計翻即係大概估計翻成個新年嘅話會有幾多垃圾製造咗出嚟。咁都為未來嗰啲政策啊、性啊，嘗試提供下啲數據啦，俾多啲唔同嘅 NGO 啊、平台啊去知道啊。其實由2024年施政報告提出無處不旅遊開始，郊野就成為咗政府發展旅遊嘅重點。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喺上年5月立法會表示，東壩3月底最高峰錄得4300人。5·1黃金週高峰期亦有3000人。如果我哋睇翻而家破邊洲嘅情況，其實佢哋好多嗰啲水土流失啊、剩啊嗰啲，就已經係有好多種跡象去顯示咗佢嗰個位嘅過載，已經 overload 得好犀利。正如鹹田灣勁多垃圾啦，個公廁已經係爆晒咁滯啦。而家我哋見到破邊洲個山徑退化得咁犀利啦，其實呢啲係咪都係過載嘅跡象？咁點樣去限制住啲人數咧？其實係緊要嘅。我收到。你停一先。個咩？呢個係煙頭啦。邊度？煙嚟㗎，你睇下。基本上每行一段路仔，都會有一個煙頭都發現到嘅。其實如果呢度燒着咗都幾大鑊㗎喎，呢啲乾草勁離譜。係咩？是你們的嗎？哦，對，我們以為是垃圾。我哋執嘅嘢主要係煙頭、食物包裝袋、紙巾。幾多啊？廠食物啊，加3個。條帶我可唔可以執嗰個話？其實政府一直有留意過度旅遊嘅問題，目前喺東壩亦都有交通管制嘅措施。我哋現時所採取嘅方法，主要係通過增加交通服務嚟應付需求，短期改善交通堵塞。但政府不能無限量地在郊野公園增加交通服務，東壩地區亦無法長期承載大量旅客。綠色希望係2020年新成立嘅環保團體，一班熱愛行山嘅人士見到近年郊野越嚟越多垃圾，於是成立團體，希望可以出一分力。佢哋又點睇近年生態旅遊嘅情況？你點樣定義香港生態旅遊？第一樣嘢係啦，究竟嗰個面向係點樣嘅咧？有冇啲短期目標咧？中期目標咧？點樣去針對呢啲情況有啲嘅相關嘅叫做 KPI 或者一啲係即係指標去做出嚟係啦。咁因為其實好多而家係啲叫做口號式咁樣嘅旅遊，即係例如嗱咩無處不旅遊啊，又咩高增值旅遊啊，其實咧好多時聽完個名咧，其實我係唔知係咩嚟嘅。即係一方面宣傳喺呢啲景點之餘，我覺得相關嘅政策就話點樣可以評估到嗰個地方嘅承載力究竟係點樣，而將啱嘅資源咧去調翻相應嗰個唔同嘅景點裏邊，咁先至可以做到嗰個地方就可以再持續落去嘅。大學線就過度旅遊嘅問題向漁農自然護理署查詢，漁護署就表示評估緊一啲熱門郊遊熱點嘅承載力，亦都慎重考慮引入預約制度嘅因素，例如要唔要設置一啲圍欄阻隔未有預約嘅人士等。
所以為咗探究預約制嘅實際執行，我哋去到深圳一條預約山徑實地考察。位於西涌海濱嘅深圳市天文台係小紅書熱門打卡景點，被譽為中國最美海岸線之一。由於深圳天文台內設有精密科研儀器，呢一條山徑自2011年向公眾開放起已經啟用預約制。而下面嘅棧道就無需預約，不過就有圍欄封住，可以見到入口同埋出口都有保安同圍欄，阻止冇預約嘅遊人闖入。只不過當日我哋問遊客點樣預約，就發現大部分嚟嘅遊客都預約唔到。主要還是人比較多吧，因為畢竟天文台這個地方，肯定很多人都是想到頂上面去看一下，所以就大概就很多人去，但是我也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搶得到，所以就沒有預約了。天文台逢星期一上晝10點開放俾公眾預約，遊客需要喺微信實名登記。我哋嘗試準時10點登入微信，結果1分鐘之內淨係得返1個位，之後1個位都冇埋。實測當日，我哋見到有工作人員喺度維修欄杆，佢就話好多遊客都會破壞欄杆，闖入預約嘅棧道，而山坡亦都俾佢哋行咗一條路出嚟。其實世界各地嘅名山都採用預約制，例如日本富士山、馬來西亞神山等。咁香港又適唔適合引入預約制呢？要完全做到佢預期嘅效果，就係話啊，真係完全管理到嗰出入咧，嗰笪地方出入咧，其實有困難嘅。以香港嗰個嘅郊野嗰個嘅地理環境嚟講咧，其實有100條路。就算你封咗100條路，亦都有人開多第101條路出嚟嘅。2021年，本土研究社就發表過一篇文章，揭露政府郊野公園初期規劃文件，表明破邊洲唔應該建設觀景台。不過，2024年12月30號，破邊洲觀景台正式啟用。如果當初政府冇起一條咁易行，相對啦易行嘅路嘅話，其實依件成個熱潮亦都唔會爆得咁犀利。啲乜嘢係比較可以短期內即時可以舒緩呢個情況咧？我都諗唔到，係啊，我都諗過個問題，但係即係我都唔想搞到咁嘅樣，我都唔想搞到好似裝個閘啊，或者要防止啲人入去啊，因為呢個唔係 suppose 大自然環境應該要做嘅事嚟嘅，係啊，你唔應該限制一啲人去探訪嗰度嘅機會，但係因為太多人上去啦，你唔咁樣做又唔得，即係咪有一個兩全其美方法？我今日都諗唔到，係啊，咁反而就係咪唔係淨係睇嗰個破邊洲咧？係可唔可以唔好再做多個破邊洲出嚟？將來搞其他，又話想發展啲咩四山旅遊啊，有一啲嘅咩生態旅遊片區啊、南大嶼啊，又喺即係白泥啊、流浮山嗰邊啊，搞樣搞嗰樣啊，可唔可以吸收翻而家今次嗰個教訓，唔好再搞啲大眾旅遊？